美國公布藥仔的關稅，這專利藥仔是要扣100%，而且要求這藥廠就愛甲生產線刷轉去美國。咱台灣冇扣到這條稅，藥界是認為講，大概過半年，藥仔價銷就會起一波，甚至有可能會欠貨。立委就呼籲政府除了愛繼續甲美國爭取優惠，也愛發展國產的藥仔，把這供應、研發甲生產攏靠咱家己。美國總統川普在美東時間星期二簽署行政命令，將對進口專利藥品扣100%關稅，佮要求藥廠將生產線刷到美國。台灣無佇協定國名單內底，藥界煩惱藥廠因為佇美國市場成本增加，提懸藥價補回利潤。有過半年左右，台灣在內癌藥和藥攏受影響。尤其是比較新的藥都在專利期內，重症的病人的一個用藥權益其實會影響蠻大的。快的話哈，其實可能就是4到5個月，那慢的話有可能就是說等於8到10個月以後哈，看他們每一家藥廠他們的庫存。根據咱2024年藥品出口統計，台灣出口到美國專利藥規模差不多新台幣13.2億，佔整體外銷產值13.5%。行政表示已經規劃市場，也強調罕見疾病用藥甲疫苗部分，初步分析無國產藥啊外銷美國，整體評估對咱藥品產業影響在可控範圍。因為台灣有75%的藥品品項是輸入的，比較要關注的是這些輸入的藥品當中，大概有200項以上是屬於專利期的藥品，那另外大概有70-80項以上到上百項左右是屬於必要藥品，養在美國或其他的國家來供應的話，這就會出的問題。是我相信政府也不會把短期可控當成長期無虞啦，應該要盤點我們的藥的清單，然後備藥呢要及時掌握。這次的情勢也再次凸顯我們賴總統推動的國家藥物韌性整備計劃的重要性。民進黨立委林慧卿強調支持國產藥物發展，話請政府對其文明新國病人登記案關鍵藥品供應能力、研發量能甲在地生產，偷偷建立在台灣家己手頭。記者綜合報道。